後來鄉親啊，繼續是政壇的消息。針對着高雄市長的選舉，網絡媒體有一份上新的民調，民進黨的賴瑞良支持度40.3%，敢若贏國民黨的郭志溫0.6個百分點。賴瑞良今仔日出面驚替着郭志溫，講郭志溫自產自銷，講這份的民調是郭志溫委託人做的。郭志溫來反擊，講過去任何的選舉，候選人的陣營，也閣有政黨，攏會做家己的民調。那為什麼你不敢承認、不敢講？提出資料為重點，民進黨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良話講甲真重，因為依照一份電子媒體所做的上新的民意調查，賴瑞良支持度40.3%，對手國民黨郭志溫39.7%，跟他差0.6個百分點。不過賴瑞良質疑講，資料公布的時無講是由郭志溫這邊委託的。一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清楚的說明委託人，而是在媒體追問之後。TVBS 才說了，他是由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所委託的，而他的資金來源也沒有揭露，所以這些都已經涉及到了選罷法的相關規定。賴委員還有民進黨真的不要太玻璃心。過去來說的話，不管任何的選舉，候選人陣營還有政黨，他們都會做自己的民調。另外，賴瑞良嘛點出樣本的問題，甲6月初上報委託山水民意調查公司所做的高雄市長的民意調查比較起來，市話樣本1000,130分，手機樣本1000,14分，調查時間是4月27到29，總共3天。這擺民調中心受郭志溫的委託，為5月27做到6月7日的暗時，以及5月30日下晡，用超過1禮拜時間，總共訪問1207位民眾，兩份民調攏佇95%的信心水準下，天佑誤差差不多是正負2.18個百分點，並且依照內政部高雄市人口的結果做加權處理。比一般正常的多了100多份，這100多份從哪裡來的？是不是刻意去增加出來的？自產自銷的一個民調，來刻意要去凸顯出55%。我們也質疑你上一次的山水民調，因為我16%，我也沒有特別說這個東西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所以我還是說民調都是一個參考。所以講民意調查敢若提供參考，也毋過就驚講這個數字會去影響到選情，所以講哪裡為了這項資料的對象。